市长王伟哲卖日搭着面大笑台，呈现台南传统街头小吃打面的场景，并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餐饮代表，做伙甲桥段打面合影。2004年台南美食400美食的论坛正式开始。OK， 我先来你。王伟哲表示，美食是世界共通的语言，希望透过这次论坛交流，发现中华厨艺料理，也就是台湾本土料理未来发展的新方向。美食都是敲开每个人心中樊篱很重要的一个工程利器。因此呢，我们中华美食文化高峰论坛我想是厨艺界的华山论剑，也是这个能够让许许多多包括中华美食，包括本地小吃，包括各国风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流机会。中华美食文化台南国际高峰论坛，嘛邀请到美食家梁佑祥博士，以台南400美食融合力量为主题来开讲。以前在台湾吃一碗猪油拌饭就很难，今天吃猪油拌饭的猪油，从日据时代以前都很难。台湾在那个时代杀猪了，其第一波地方发展。美食高峰论坛就是以台南400下去做主轴。那兴隆我们台南府城400，今年的这个美食论坛比较以往不一样，叫做试探 AI。说未来的我们的餐饮服务业也要面临到怎么样去做一个节能减碳的一个碳税的一个问题。那再来就是应该我们时代进步来到现在，都会把美食应用在 AI 里面去。所以我们这次的一个论坛比较特别的用滚动式从台北到台中到台南。那台南以我们台南的一个美食论坛作为主轴。主办单位表示，这届除了安排精彩丰富的主题论坛，并邀请国际重量级专业人士、甲学者专家以及评审，并选出优异杰出贡献等多项奖项，包含亚太10大名厨、亚太10大名店、亚太10大优质伴手礼、亚太10大名菜、优质食品供应商等等的奖项。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